把鲜红的龙虾放进锅内，与意大利面一起拌炒，看起来相当美味。这是台南在地食品电商所推出的调理包，分别是红酱、白酱、青酱意大利面。所用的食材从鲜虾、鲍鱼、反利贝到和手掌一样大的龙虾，还特别在蓝晒图举办活动，寄出豪华厨电抽奖，让民众来试吃。就是如果平常在家里想要有比较高等的食物的话，高级的食物可能就可以试试看像这样的产品，就在家里面也有仪式感的感觉。对。那其实我们都用一样的规格，跟我们在餐厅吃到的规格完全一模一样。就是我们复热以后，就是可以跟外面吃的口感完全一样。主厨现场示范如何运用简单的食材，轻松做出顶级料理，分享料理秘诀。疫情过后，料理包成为家庭市场热潮，消费者期待的不只是省时方便，更讲究食材安心、料理多元。那我在近几年发现现在时下年轻人对于烹饪这方面好像没有那么的在行。那我觉得，让我想要创立这个品牌，是因为我想要做微调型，然后让大家从简单的食材厨房小白，能够很简单的可以做出家的感觉、家的料理。业者拿出数据，意大利面是台湾近5年面食成长幅度最强的商品，可见台湾人对意大利面喜爱程度之高。顺势推出3款意大利面主题调理包，让每个人在家都能够轻松享受5星级的滋味。记者寿怀谈的报道。